咱先来关心金华城案涉犯受恶势个道理的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德，获检方声押禁见。台北地方法院今仔透早3点外裁定郭文德无保请回，也毋过台北市的前副市长彭景生是互羁押禁见。郭文德伫透早行出地方法院，嘛向支持者表示讲，伊这2天受到真侪压迫甲虐待，嘛强调讲金华城的良知力伊毋捌过问。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无保请回消息传出，但背期激动流目屎，支持者大声欢呼。郭文德发表谈话时，讲出心声，除了感谢支持民众，也多谢法官强调所有压力。佮较表示，一直到今年3、4月才头一摆知影，金华城用这类840%，目前所有证据无法度证明伊有干预过。在这2天当中，可以说是极尽压迫跟凌虐。所有的金华城840的容积率，当年在送公开展览以后，再转送都委会、都市计划委员会以后，我完全没有去过问。对郭文德讲，检辩查考手机甲硬碟，佮摕内底伊资料去编故事，家己伫这2天会当讲是真防压迫甲凌迟。民众党副秘书长柯富表示，检方当70点钟的审问，以 A 案问 B、C 案，想要互人直接进行，社会大众拢看伫眼内。也毋过伊也表示，并无使用司法迫害讲法。我们没有用司法迫害这样子的说法，但是我们尊重检方他的作为。可是一旦我们认为说有逾越或是侵害我们相关的权利之后，我们也要捍卫我们自身的权利。民众党发出声明，绝对袂提救，会为捍卫郭文德的清白奋战到底。那条议员是当地批评。柯文哲从自己亲签金华城的公展，让金华城可以准用都跟荣奖的，所以柯文哲什么都知道，只是他在装傻，他在装笨。金华城的容积的问题，都是在柯市长8年任内，一路让金华城从392到840啊，这不只是司法的问题，也有政策的问题。放言表示，郭文德并不是都一会的误会人员。家己本身也无相关专业，伊主张相信专业性，佮多数决的都委会决议。检察官基证无法度认定郭文德犯罪嫌疑重大，所以裁定无保请回，有缘会当控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